哇，家下唐到你透过人伊讲这又精彩又神奇个搭嘴鼓，你哋使到你分享几多一下？哦，分享了两位啊，说哦，客家的啊，家宝啊，错，系啊，国宝的吼，真见吼，那大嘴鼓懂神奇又懂好教，来先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车手林业公子，同欢喜啊，都新年呢都要按多位乡亲朋友来见面，都要明年虎年呢，祝大家呢新的一年虎年太春钱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熱頭哥，祝福所有嘅觀眾朋友啊，日日好日，虎年來，智慧太開啊，心善良，風土太典喜洋洋。哎呦，家下唐家兩晒搭嘴鼓真係神奇啊！講到老虎加老楚錯嘛，我問大家下，馬家同虎最厲害啲啊？老楚厲害，老虎啦，老楚。真嘅中马老虎最厲害。叔叔是有練過誒。不好笑。老楚係生意上升嘅鐵苗啊！鐵苗，叔叔是有練過誒。我跟你講，問題馬個動物最溫柔嘛？馬個動物最溫柔啊？小白兔。不對，黑馬老虎誒。你有玩過？有買呢。生風。有偏哦，你們兩個有偏哦。因為公雞啊，除了會說學逗唱啊，搭嘴鼓哦，其實哈還會打竹板、打竹夾賣嘴巴。我唔相信啊！天哪，有人按厲害，又會打嘴鼓，又會打竹板呢？騙人！打竹板係張春泉老師。係啊，公演做唔得亂講法，識差哦。你先同我講啊，聽到你介紹嘅係嘛嘅咧？你係佢嘅第一大徒弟啊，是的啊。我係佢是啊。就你啊。有件事情唔啲啊。咩事情？真見嘅大師弟係馬啥啲啊？馬啥？黑矮。你 boy？ 好，懂人啊，自備道具。入咩爹哦？專業咩哦？做個爹啊！嘿，啊？準備哦！一講燒財龍，騎匹馬，歌蓮堂。蓮堂杯，中叫菜，叫菜花，嘅錢架，錢架滿前一口銅，叫個連啊八發，八川哥，你一定比他還厲害，你比他好強，什麼？你講你係夾大弟子，係啊，秀一下，真嘅有搞，真的有學，準確又好。你喺埋講係啊？當然啦，聽你打竹夾啊！你求我啊？我求你。OK。哎呦，這麼容易就答應？我道具咩動專業嘅咧？哦，專業咧。等。老闆強龍誒。孤獨真孤獨，耕田人蓋田角，水打田作沙坡，做山工盤腰角，咱民裝按藥石，咱枕頭捉腦殼，咱坐車按藥石，台灣頭什麼台灣味啊，我哋就死嘅呀！二嘴拗唔表有塊皮，有事情佢衝下來上台，佢咁老愛看到個尿桶角啊，尿桶角，噔。好啊！哎呦，拍手。等下，林姐，你講句，你有承認，既然你也是熟甜啦，熟甜。搞咗3年咧，嗬，還能夜團，還冇講好，觀眾朋友哈，現在呢來聽一下真正的主板。好啦，其實要主板哈，就是講的就比較即興。你就是可能拿起來想到什麼就可以講，注意要押韻，押韻最重要。不是像小朋友講，哈，老師我講竹板要讓鴨子懷孕哦，不是，押韻呢，押韻哎，對啊，說，今年呢，因為哈時間的關係，用呀3塊板，這是3塊板，冇簡單呢，因為你要的押幼稚園呢，有嘛？更簡單呢，泥娃娃要幼稚園，對，我們的升級版，這3片這不簡單呢。來人吶，上麥，扎你的麥給我來。就你用呀3塊板哈，簡單嚟講，嘰花來，吉利荷塘嘅花哈，開始哈。高新年呀，高新年，自拋嘅大喜慶團圓，客家電視台祝福各位虎年太賺錢呐，太賺錢。噔，哎呦，你看，有厲害冇？有厲害冇？歡迎，唔會啊！是那個幼稚園的響板給我一下，唔會。一定會摸一下，嘿，錯冇？
做唔到放音哦。哎呀，做唔到好。哎，用板。你刚刚那一段是什么？捏公公，小财龙嘿，琵琶马，哎呦，勾脸筒。哎，好，就在这里。鼓手啊吼，看一下，练模按键单呢，错大概欣赏啊一次3片主板，哦，那个要练多久啊？错哎，你要是只是开一个小玩笑，对我真给哦枪都亮，练威啊胎死了都亮踢风，真给欢喜。对公演说听堂家就会大嘴鼓，对才有公演的气息。唔过咧，很有记得很有强嘅，嘛家己除了要共创艺术咧，大族人买做法咧，记得吼唱歌哦非常嘅厉害。你都用啥会共发，喊会冲狗啊？我唱歌的呐。你先 solo 一下啊，唐空空，你冲马狗。哦，solo mi lo，啊，solo，係嘛？我你講乜嘅 solo 是獨唱還是詩啊？哎，沒很邝江老師冇講嘅咧，邝江老師 solo 咩哦 solo mi lo，沒有 solo mi 有啦。那叫改啊，欣賞周的 solo 一下嗎 solo 啊，對，他唱得多呀。啊，唱客家係嘛？假嗎？全部周的，全部做得了。夜深沉，声悄悄，月色昏暗，One two three four，要冲的，哎。前按手冲头，哎，不过真的有听他们这个唱个几句就知道他们歌唱实力到哪里。错，唔講呢，阿總姑啊，不會唱歌嘅。不過哈，小玲姐還沒有唱過客家歌。真嘅，唔過家應該唔會唱客家歌，呢度演一隻過年嘅特別節目，特別學練數嘅客家歌嘅。狗苗處女秀，真嘅狗苗我都滿布卜，用啥夾夾來獻送滿，滿乜噶？卜卜卜嘅啊，滿。